其實係越早去處理應該越好嘅，越早去準備咧，咁啊個時間係足夠多啲啊，慢慢 warm up 佢啊，俾少少知道啊，要咁嘅要準備呢一個呈分試咁樣咯。我都希望咧喺選校嘅過程咧，家長係可以真係邀請小朋友喺一齊參與，因為呢件係佢自己嘅大事嚟㗎嘛，係咪？讀書係佢自己啦，咁如果佢自己有份參與去揀咧，咁係好好嘅。我鼓勵5年班學生咧已經嚟聽呢啲講座，跟住就做晒幾位校長講啲嘢，去探下啲學校啊，了解，咁變咗做咗一個期望同埋一個目標。所以努力讀中英數常係一定走唔甩㗎啦。不過早啲對準心儀嘅學校，或者揾到幾間心儀嘅學校咧，佢有個預備。譬如嗰間學校嘅 sports 好好嘅，佢發覺如果我好差喎，唔得，我又要練大隻啲。即係有個目標好重要，有目標咧令到佢呢年紀咧佢有個方向。而且細路仔越早有目標咧，佢人生就不斷有目標嘅機會就大啲。我哋建議要家長咧，你要各個學科。如果你講中英數常，簡單啲嚟講咧，你都係要平均地能夠有一定嘅水平。如果佢同人哋其他同學仔嘅差距咁長，你叫佢點樣追翻？如果用最短嘅時間，我諗都冇其他嘅辦法。你一定咧就要靠其他嘅輔助機構嚟盡快將佢調整翻佢嗰個學習嘅差異喺邊度，然之後盡快咧可以喺嗰幾個月裏邊追翻。